弥漫的黑暗时代，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求道修道，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，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。求道之后，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，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，不计个人得失荣辱，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，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